最近英國移民大地震，永居咧可能要由5年改成10年。咁呢個政策對邊個影響最大？有冇得打官司？點樣部署呢？今集就同大家一齊睇睇。大家，我係 UKM Wilson。咁工黨咧喺5月12號咧就正式宣布咗移民白皮書啦，計劃將永久居民由5年改成10年。就呢個政策咧，我哋今日就會由4個方面，包括政治動機、法律依據、司法風險同埋執行嘅可能性，一齊同大家睇睇呢件事。第一，喺政治層面方面，無論而家嘅工黨啦、過去嘅保守黨同埋改革黨咧，其實都對於移民數字非常之敏感㗎，因為大家都希望透過改善呢啲移民嘅數字嚟得到選民嘅選票，所以個人覺得咧，由5年改到10年咧係一個必然嘅事嚟嘅。咁但係重點嚟啦，佢哋要點樣出手先至真正可以改善到呢個數字，而唔係做 show 呢？我認為咧，現場 ILR 即係永居嘅成本咧，無疑係一個政治上低成本、高效益嘅選項嚟嘅。關鍵咧就在於佢哋會點樣出手啦。到底佢哋一刀切，唔理新舊嘅申請人一律都受影響啊，定係會分批執行呢？呢一個我哋要睇埋第二點，法律層面。咁喺法律層面嚟講咧，內政部的確有權咧根據1971年嘅移民法啦，透過更改 Immigration Rules 咧去改變永久居留申請嘅年期，係唔需要通過立法程序，即係話咧唔需要通過上下議會三讀啦，唔需要國王嘅預准，只要內政部簽字咧，最快幾個月就可以實施啦。咁所以啊，最快如果我哋2025年即係今年年尾咧有細節，26年初咧就可以正式實施，呢個係完全有可能嘅。至於會唔會一刀切新舊申請人咧都全部受影響呢？咁我哋要睇埋第三點，司法嘅風險。如果政府決定將呢個政策咧設立一個追溯期，追溯翻而家已經攞到簽證嘅持有人呢，相信會有大部分嘅移民人士受影響啊，亦都會引致一個大規模嘅司法覆核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個政策咧會違反咗一個合法嘅期待。另外啦，呢個程序亦都係唔公平 （unfairness）。最後啦，就係政府呢個政策咧係缺乏咗一個平衡嘅考量嘅。以上講咧，呢啲都係一個專業嘅法律定義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查下 HSMP 喺2006年嘅司法覆核案件。當年嘅工黨咧一樣係將永居由4年改到5年，但係結果咧就俾高等法院判咗違法，要賠一大筆錢。所以我哋有理由相信咧，工黨唔會再重蹈覆轍嘅。咁最後啦，就係一個執法可行性同埋預測。為咗令措施更加快咁執行呢，相信政府改動法例嘅機會唔大啊！我相信政府最有可能採取嘅呢，就係新政策生效咗之後呢，新簽證先適用。例如啦，就話26年1月1號開始，新獲批嘅簽證呢就會行返10年永居。同時啦，佢亦都會加入佢所謂嘅 point-based system。例如一啲高薪人士納稅比較高嘅，就可以加分，從而減少佢攞永居嘅時間。又或者係一啲特殊嘅人才，例如 AI 啦、高科技產業，又或者藝術嘅領袖呢，相信呢都會有個加分嘅環節，俾佢哋更加快攞到永居。總結今日嘅重點啦，舊簽證持有人呢，相信暫時安全啦；新簽證持有人呢，咁要提早申請，做最後嘅準備。另外啦，如果你係一啲高薪嘅人士，或者係一啲行業嘅領導者呢，相信仍然可以有快線嘅機會，可以特快攞到永居嘅。多謝你對我哋呢個頻道嘅支持，相信我哋好快會有新片，所以記得留意住我哋 UKM 嘅 YouTube channel 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